就是每天都盥洗、洗澡，保持卫生干净，大家都有去用，大家都觉得还蛮不错的，可以多一点的话是更好。台南市呢，目前的列车街友一共有251个，那其中呢有145个呢是在街头生活。好，当然市府呢在社会局这边呢也全力的协助街友，可以让我们街友们呢离开这一个街头，让他们过得更好。我们设2个街友服务中心，在南区跟新营区。这2个服务中心呢有配备社工员，还有配备一些设备，让我们街友呢可以做短期的庇护。那比较难得的是呢，在我们台南市火车站的前面呢，有一个街友自立生活服务中心，这个是在今年首创，全台湾呢也只有一个。包括说呢，街友访视，尤其呢天气热或天气冷的时候，我们都会有社工人员出去呢探访我们街友。街友呢如果需要职业服务，我们会帮他做职业训练。还有呢，街友如果需要沐浴，我们呢在这镜头里面有看到沐浴车。那街友如果需要其他许许多多的服务的话，包括说疾病，包括说返乡等等呢，社会局这边呢都会竭力为我们的街友达成他们的一个需求。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在很多县市、很多地方，我们都有看到很多需要帮助的人。那这个地方，我们特别成立了台南市首创生活自立支援服务中心，能够让我们很多好朋友来重新走入社会，那也为这个社会贡献心力。我们社会局一定全力来配合，在这个地方生活自立支援中心能够让这个地方经营得更好，服务更多的好朋友也服务更多的市民朋友。大家好，我是柯万金，欢迎收看7月12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全国冬军大陆营18天后再一次回来台南，总统赖清德用冬军总会会长的身份出现伫现场，希望透过活动，让所有冬军更加了解台湾。为期7天的第12摆全国冬军大陆营，伫台南走马乱农场热烈开幕。来自日本、韩国、香港、马来西亚、菲律宾等18个国家，以及台湾各地8000多名冬军同齐交流。总统赖清德更特别亲到冬军最后，亲自出席勉励。希望大家能够展现自信、积极、快乐的精神，善尽我们的能力，也能够学习别人所长，大家共同合作，学习团队的精神。同时呢，我也希望大家利用这一次难得的机会，能够深入自然，也能够了解台湾。这摆大陆营延续冬军运动户外教育知识，除了有丰富的活动模组，嘛配合台南市府安排各类城市探索路线，让参与的过来活伙伴感受到台南400记忆。全国大陆营已经6年没有办，因为疫情的关系，过去每4年办一次，所以呢，在疫后的现在，很高兴看到充满活力的各位童子军以及童军以及幼童军。大陆营以同心协力、拥抱国际、迈向永续为主题，所以我们各分营区同心协力，我们营建了10个活动的模组课程，让各位去体验。这是108课纲里面探索教育、体验教育最好的实践。希望参与的冬军会当在各项挑战当中自我成长。总统赖清德更颁证任务奖章，予发挥热心的冬军伙伴，肯定因展现冬军的精神。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中华民国无线电促进会为了庆祝台南400，响应台南市政府
推出 BB400纪念电台，又加上全国冬军大陆营活动，透过 BB400无线电台频道，将台南400推向国际。全国冬子军大露营活动，目前当伫咧走马路农场盛大举办当中，为推广无线电技术。中华民国无线电促进会南部分会特别设置了多元化工作坊，培训参与者运用无线电甲国际联系，并向全球的无线电爱好者介绍冬子军大露营甲台南建成400档的活动。Bravo Victor 6 Yankee Alpha. Your signal to here is 5959. Thank you for your report. You are 59 also. Your signal is very beautiful. 大家都知道，无线电是科普教育，它是科学普及教育。因此，我们在这一块里面，我们也希望扮演所谓的传承的角色，把我们所知道的不是自己拥有，而是真的能够把它给所有的小朋友们，大家也可以一起来参与，一起了解这项科学，去摸这个东西，让他们知道其实它并没有那么陌生，其实它是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这种无线电的通讯是透过那个电离层直接打到地球上面的电离层，所以你在地球的任何一方，跟美国、日本、澳洲，甚至北极、南极，只要有这样技术的，全部都可以做上通讯跟连线。这尤其是在大灾难的时候，或是像之前921地震的时候，那么他们无线电的协会就有进驻到里面去协助相关的通讯跟救灾，所以了解这个通讯对孩子们、对童子军帮助非常的大。真侪少年人可能唔知影，过去网络无发达时阵，无线电就是上快速、方便的沟通技术。透过工作坊的课程，让学员了解无线电的原理甲知识。我们的背后有一个这种电感标，那这个电感标就是国际通用的无线电组织都会使用到的电感，因为天线其实就是一个电感，所以说我们用电感当做无线电的标志。那不同国家设计的都不一样。我也是人生中第一次接触到这个无线电，非常的新奇。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无线电这个。那特别吸引我就是，你看那么远的距离，然后又就是可以有联络这样子，然后就是虽然好像没有手机那么方便啦，但就是蛮有趣的一次体验这样。立法委员陈廷辉甲服务团队执行长蔡宏全、中华民国无线电协会秘书长高大伟、南部分会长吴明正、台南基会长陈庆生等人，做伙参与无线电的交流活动。教这些童军还有女童军，他们在未来的整个求生或是协助这所有的野战，能够有更不一样的一些体验跟生活。所以我们这一次有体验营这样的一个工作坊，其实真的很感谢我们无线电促进协会全国这样子来协助，让他们这个童军跟女童军可以直接感受到他可以怎么去运用这些无线电，包括我们现在政府也在推 AI 啊，所以我觉得这怎么结合都是我们未来的方向。陈廷辉表示，无线电伫跨文化沟通的重要性，不仅是促进语言交流，并伫公共通讯中断时发挥关键作用。伊也鼓励东莞小朋友把握学习机会，掌握无线电技术，并伫生活当中应用这技能。伊也进一步指出，台南作为文化底蕴深厚城市，是学习甲成长上好的场所。伊也期待大家伫遮拢会当得到丰富知识甲经验。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由台南在地乡亲甲专业人士共同发起的台南国际马拉松，今年手术比赛吸引了22个国家，7000人参与，而且佮得到国际电竞总会认证，将于明年1月份举行。出发！由台湾国际马拉松交流协会所主办的台南国际马拉松首届比赛，今年初举办时，就吸引22个国家7000人报名参加，反应是相当的好。明年的比赛报名日期也将在7月15日正式启动。台南在地企业冰点空调特别冠名赞助，将为比赛提供66万的奖金，以及价值200万的摸彩品。冰点空调有着一样的理念和相同的地方，永远强调持续的努力，不断的突破，还有追求卓越。
其实我们冰点在台南一路跑了40多年，跟马拉松一样。我们跑了40多年，只有坚持，没有放弃。跑的不只是耐心，也是决心。那我们希望马拉松可以传递我们正向、绿色、节能、和环保的生活。为活络比赛现场氛围，协会也号召仁德、桂林甲关庙地区的发展协会组成资深的啦啦队伍，替选手加油打气。加上沿路赛道已经得到国际田径总会认证通过，后一届目标将会设定万人参与。明年将由冰点来冠冕，我想冰点的冠冕将会有一个突破性的发展，包括我们的国家数跟人数，我们有信心要冲到1万人，所以我们把它定为1万人马拉松。那这次的赛道的安排是非常的精彩。除了我们有乡亲组成的啦啦队之外，我们还有一站一特色，就端上我们台南的美食，我们要行销国际。有很多的人都很期待这场马拉松，未来我们会把我们这场国际马拉松办得更多、更好，更多的外国人来参加。协会也希望借由提升赛事品质，符合国际规范，并申请加入亚洲马拉松大联盟成为正式会员，提升台南在国际上的能见度甲形象，并再来运动旅游观光立调。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将军号音乐节将于7月20号、21号登场。为了宣传今年有罗俊硕、911以及杨乃文等13组知名歌手。市府特别召开记者会，欢迎大家做伙来看表演。为了宣传已经迈入13档的将军号音乐节，市府特别邀请有眼空地下里长之称的嘻哈歌手润少出席，因为伊原本是眼空区里长的助理，因为参加大嘻哈时代节目请起来。今仔日是安尼敢会使？我想跳，我上爱，行路较长多的海，要想做就讲唔卖，敢唔卖，这是我的礼物课，只会做阵摇咧，别找我的手，手机伫我身躯扫咧扫，一定扫咧扫。今年将伫7月20甲21两天登场的将军号，第一天就来邀请罗俊硕、911等艺人精彩表演。第二天就是以乐团为主题，邀请芒果酱甲杨乃文等歌手来登场。当然来将军看演唱会以外，买品尝当地农特产品。对此，市长吴依婷会长嘛特别推荐麻油、沙巴鱼酥甲芦笋茶等盘手，邀请全国民众来将军听演唱会、看宴会、食美食。在夏天放暑假，大家放轻松。那尤其在海边吹着海风，那晚上看下午吹海风，晚上人来疯，去看这个将军吼，一定非常非常好的事情。尤其我们这几年举办都非常成功，不仅是艺文界，我们各位好朋友大家很期待，我们台南市的年轻朋友们大家很希望。这几年更跟我们农特产品合作，我们地方的地方的特产，也借着这个将军吼的机会，能够介绍给网上的、网络上的，还有看直播的，还有现场的年轻朋友认识了解。那我想这是非常好的事情。疫情启动。台南新闻编辑何乔芳采访报道。中央新闻在基隆，中嘉新闻在台北，中嘉新闻在新北，中嘉新闻在桃园，中嘉新闻在台南，中嘉新闻在高雄，忠实呈现最佳新闻。每周六下午1点，请锁定高雄都会台中嘉新闻周报，带给您最在地的观点，最有人情味的报道。台湾好新闻就在中嘉新闻周报。知名连锁不动产团队伫安南区设立第4间分店，开幕当天结合捐款活动，帮助在地关怀协会，嘛鼓励大家会使做伙来送温暖。
伫老底的 logo 甲人狮坐镇，全国知名的连锁不动产团队伫安南区成立第4间分店，期待老底的气氛为新店开幕增加人气。同时，会长嘛结合公益捐款来帮助在地东安利红洞社会关怀协会。我们目前有4个店头：安平区、永康区、安南区和东区，欢迎有空来坐坐。一样的，我们每年都会捐赠给弱势团体、慈善机构，付出我们的爱心。这次选的机构是同安二凤堂社会关怀协会，希望我们秉持的这份善意爱心延续下去对社会的回馈，感恩，谢谢。其实连锁不动产团队为了落实社会责任，每一档都会固定捐款，或者是发送民生物资来帮助弱势，希望用实际行动号召更加多人来关心。非常感谢今天台南市永庆飞燕安南加盟店开幕的好日子当中，来做这个善举，捐赠了2万元。给社会关怀协会来帮助这些弱势的家庭以及贫穷的学童们的奖助学金，非常感恩。我们永庆飞燕安南加盟店在开幕的好日子当中，能够来做这个善行，关怀社会，温暖了大家的心。我想这是一个善的循环。该团队伫台南经营10间，即摆来到安南区开店，除了要吸收优秀人士到里，嘛增加工作机会。更要紧的是，互需要的家庭找到温暖的起家厝。台南新闻管制何超邦采访报道。即马双雅大出，台南举办国际双雅节来行销，特别是今年天气真正有够热。加上台南市报和安平的冰店拢推出双雅冰，生意强强滚。热天一到，尤其5日节以后持续高温，日头赤炎炎，只是来一碗清凉降温的双雅冰，就是一大享受。虽然今年双雅产量有减少3成，采收期嘛有受雨水影响，不过并无影响品质。其中伫安平运河边已经打响名号的冰果店，也未到12点营业时间，冰店门口就满满人徛咧等待。一个月来，外地就至少有3台游览车要来食正着时的双雅冰，而且头家用料无手软，互大家食甲津津有味。台南很热，就是要吃冰嘛。南部的芒果比较甜啊，所以就是想说，这布丁也很好吃，古早味，所以就来吃一下这样。我今天吃焦糖布丁芒果冰，味怎么样？芒果很好吃。这个布丁是台南老店的布丁，吃起来很香，很好吃。那我是找 Google 评论，然后才找到这间，因为我是看评论还不错，然后分量也蛮大的，水果也很新鲜。那今年是因为刚好是市政府有推展那个国际芒果节的部分，那是有比较热络，买气有比往年的这个时间点还要再更旺。那加上今年的酷暑的天气又比较热，所以今年的冰的销售量都是平常日大概是多1-2成，那假日大概多个3-4成左右这样子。天气热热，而且迎接暑假一到，来到台南观光的人潮，加上今年双雅季佮拄上台南4摆宣传热潮，拢互冰店生意强强滚。刚好是今年是建成400年，所以今年的宣传力道还蛮强的，所以全台湾还有国际观光客都莅临来台南旅游。那不仅是观旅局、农业局都一直强力在推展台南400。不仅是文化古迹啊，还是一些美食，都感受力到蛮强的。人家说国旅其实不旺，其实我不见得，就是台南还是有一定的观光人潮存在这样子，消费力道还是美食都还是不错这样子。台南一直是台湾上大的双雅产区，每2粒双雅都有1粒来自台南，所以除了玉井等3地以外，其实全台南都是双雅节。台南新闻管制何超邦采访报道。台南市忧郁症关怀协会伫去年举办白人同乐浴活动，欢迎袂歹。
经拜会卫生局长，希望会使共同振声，互辛苦的民众疏解压力。长期关心忧郁症关怀协会议员王家珍，伫个10号会同协会拜会卫生局长，想袂到今仔日也是发生竞选实习生轻生的事件。为了防止自杀的发生，忧郁症关怀协会长期协助患者来走出阴霾，举办数压的活动。伫个去年首次举办百人铜锣浴的活动，得到袂歹的回响。因此，今年将再次寻求公部门共同举办，希望为高压辛苦的民众来疏解压力。非常难过，台南市第5分局又一位年轻的警员实习生，选择了我们不忍乐见的、不愿意见到的一个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台南市有一个忧郁症关怀协会，是当年10多年前我们邀请了一些好朋友，包括专业医师、咨商师，包括重度忧郁症的朋友、走出来的朋友，我们创了一个协会。这个协会呢，小而美，小而实实在在。这些年，我们推一些免费电影的观赏，有专业心理师帮你做解析。这几年呢，我们也做了一些关于音疗部分，让你能舒压，让你能舒眠。去年呢，是第一次大规模的举办铜锣浴，一个舒压、舒眠的一个音波的一个活动啊。去年有170多位乡亲参加，全部免付费，靠着优协的努力，靠着地方政府我们的携手合作，希望台南人能够更健康、更快乐。所以去年做了第1次，今年我们要打算做第2次，而且也盼望未来是不是能够年年都有这样子正能量的抒压。议员表示，近年来因为不断的关怀和催生，真欢喜看到市府卫生局有提供市民1天2天的免付费心理咨商的服务，因此在6都当中是位于轻生死亡的人数下降的城市。为了防止自杀未遂搁再来发生不幸，因此建议公部门应该加强自杀守门人的培训，希望人人拢有守护的心。台南新闻林英根采访报道。台南市像那国小杨义玲老师带领学生运用媒体了解家己故乡，用新闻、报纸、微电影等等的方式记录在地文化，同时培养学生的媒体素养，得到教育部的肯定。以夜市麻将连线发想，学生在上面刻上有关庙宇工艺文化的词汇，连成一条线后抽出签诗。这张签诗的内容还是用 ChatGPT 所写。台南七股树林国小学生更拿着平板记录保安宫文化，做成线上游戏，去拍我们想要的地方，或者是那些我们要的网站的那些架设。例如神明那些，还有武器，然后再去收集一些网络上的资料跟学长学姐的资讯，然后把它统整起来。我们请那个有给我们资料的一些老师啊、主任，然后给他们签那个著作权的同意书，怕我们没有标示著作权的话会被人家告吧。拿着摄影机，懂得什么是著作权法。这只是其中一环，在这之前，学生们可是对这些科技传播工具一无所知。于是让师铎奖得主杨义林老师开始思考，在既有的课程下，如何有机会让学生接触到更多元的媒体。从3年级到6年级，那每周大概是2节课的时间。那在这里面呢，我们会从初阶的教小朋友怎么样做一个实习记者，到后面会有一个比较进阶的公民记者。那从一个设计师到后面的一个行销师，类似这样子的一个课程，然后慢慢的带着孩子来去做学习。一学期40堂课，除了深化学生对网络诈骗、假新闻等媒体素养观念，也让孩子认识什么是新闻，了解报道的呈现，从多个角度来看事情，并从学校中找出议题，制作成校园新闻，
再进一步以专题探究的方式到社区记录。我们找到地方创生的议题载体，那我们来制作媒体，那训练学生来发表解说，从这些制作媒体、行销媒体的这个当中，那就会伴随着媒体识读、媒体素养的相关的议题产生。在这个时候，我们会融入进去，这个时候学生会学习起来会更有感。当他有行销的技术，包含制作媒体的技术之后，他怎么样用这样子的技术来跟社区去做结合，来协助社区去解决问题，行销社区。用媒体开启学生的视野，教他们如何用影片说故事，使用自媒体让更多人认识自己的家乡，也希望强化学生对媒体的多元认知，培养出新时代的数位公民。即将收回来台南报道。感谢您收看7月12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柯婉晶，咱再会。